接下来也是天籁银社的许泽耀老师为我们带来唐朝杜牧的《山行》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。山行，作者杜牧。万雄寒山，雪景下，月无心有人家，天父所爱红林关，松阳红雾，日月花。所以去用日记来吟咱的汉诗吼，较得少吼。也嘛有去红木山，我去唐人努力吧，设计。原来古诗词也可以用日语来吟唱，谢谢天籁银社，你们远道而来，好。